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又搁是二喇叭，搁是淡水犁，搁是放炮啊，真正互人真抓狂。高雄新兴区一间宫庙庆祝建庙60年，昨来举办了景，为新兴区踅到前金区，踅到盐埕区，一路上都是安尼放炮啊，二喇叭、淡水犁，为透早甲透晚，有够凑人耳，互人是心压杂。有婴仔着青囝骂骂吼，阁有住户想讲是火烧厝，这个火烧厝引发着警报器，尾仔才发现是宫庙咧绕境，马上就向环保局来检举咯。喇叭声强要互人臭人耳，庙会游警队伍经过驻地区，这个声完全无放较细声咧。为路顶看落去，这队伍唔来一直二喇叭，这个叫过咧喷火，当时是礼拜早起7、8点，一日人拢还伫困，吵甲真正强要挡袂掉。要在哄小孩睡觉嘛，因为小孩刚生两三个月而已，刚听到有吓到了，因为以为是大楼失火。会我咧咚咚咚咚咚安尼，拍鼓的声呢，安尼就会吵着啦，困换就会感觉吵。来到高雄新兴区办幽景宫庙，本事已经修好啊，放伫路边涂骹，爱阁清。昨庙方举办60周年的庙庆，有超过10间宫庙，2000人来里斗闹热。幽景队伍伫高雄市中心，这包括新兴、前金、甲盐埕，有民众伫检举。看要安怎清因？不过伫遐鸡啊烧，逐日都咧检举啦，讲遐鸡啊咧狗啊咧烧拍啦，即卖人你卖检举的拢卖讲啊，对啊啦。本局将依空气污染防治法及废氢法的规定，分别开罚1200至10万元的罚款，以及1200至6000元的罚款。环保局嘛呼吁讲，宫庙办幽景活动要遵守噪音也是时间的规定，若无像安尼为早起办到暗时，干那会互人反感，嘛失去宗教庆典的意义。